杨贵本名杨贵，出世伫台南新化大木港。伊的文化纪念馆，嘛是地方人士为了要怀念这位台湾重要的文学、社会运动导师所起。1915年，杨贵亲目睭看到大巴黎事件，日军毒杀台湾人，开展了伊的民族意识。1924年，伊过咸水到日本读文学。迄时，日本社会主义真兴，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，嘛影响伊一世人。杨贵伊一生有一个，伊不管伊咧做啥物代志，写文章也好，写文章也好，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伊理想的新农园就对啦。伫日本做劳工运动、政治运动，当来到台湾共款，伫社会运动顶面实践伊的理想，嘛因为参与运动，熟悉一世人的牵手，土匪无业道。当然是伫迄个农民运动熟悉的，阮回迄阵日本倒来嘛，伊总啊摕一个回信，讲啊，我提示嘛，伊甲写土的，我大拢讲，伊下头就足欢喜讲，啊，原来呢有人认定我是土匪报，因为政府本来就认定土匪报嘛，哦，安尼啊，从此开始就择日前往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理想，一直在奋斗，下头也拢无怨叹。杨贵、叶桃两人为着反抗日本政府，甚至伫结婚前一日，拢被掠入去笼仔内。1932年，杨贵踏入文坛，代表作品《送报夫》，写出日本时代台湾人安怎受到迫害，日本政府隆重关伊10届，煞尾国民政府嘛甲关押。清白的文化工作者做伙团结起来，呼吁社会各方面为人民的利益来奋斗，防止任何战争影响到咱本省，监督政府反正于民，和平建国。1949年，杨贵写《和平宣言》，建议甲228事件被逮捕的人紧放出来。当局气喘喘，搁一摆甲杨贵抓起来，这一个关就是12冬。啊，若讲到白色恐怖，伊就拢讲，伊写600几字，啊，国家就饲伊12冬，所以伊领过全世界上悬的稿费，啊，就哈哈哈哈安尼笑吼。所以细汉捌听过，但是因为伊讲了安尼，感觉真敢小可笑亏啦吼。啊，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感觉讲啊，这个人呢，敢若假说代志的方式无啥相像吼。啊，尾也慢慢大汉了，我才了解讲是安怎伊安尼讲。伫火烧岛的笼仔内，伊无法度搁做社会运动，伊就提笔坚持家己的想法。过去用日记写作写惯势，改学中文来写。因为对杨贵来讲，伊要做社会运动，甲伊要透过文学去表达伊的理念，甲甚至伊甲这个理念实践伫伊的生活方式内底，拢是一致的。所以我讲吼，这压不改玫瑰的精神嘛，吼，什么叫压不得我？安尼甲伊饲到要死，主要华艺术春光，我还是一直在奋斗。杨贵的生活、创作甲社会运动完整的结合，伊的文学就亲像伊的一生。就算讲头前真侪障碍，伊依然乐观，灌溉希望伫伊的作品内底。